歡迎返嚟 Project 近排，依然係玩陀螺啊！咁啊，兩隻炒價買入嘅惡魔幽冥，個名好難讀啊！咁啊，先磅一磅先，兩隻都係42.6、42.7咁上下。咁我將會用一個低模式同埋一個高模式去互打嘅，兩個都會用返一樣嘅軸心啦，咁樣先可以100%測試到兩隻嘅一個分別啦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而家即刻開始啦。咁啊，首先呢，落先嘅係高模式，係啦，之後落返低模式。咁我盡量每一場都梅花間竹咁揾是打一隻放先啦，係啦。咁啊，盡量梅花間竹。咁啊，見到其實明顯低模式咧嗰個轉速好似係持久啲嘅，係啦。喺兩隻一樣嘅軸心情況底下呢，見到個動態其實兩隻都差唔多。咁但係每次撞擊呢，睇落低重心嘅始終係會穩定啲嘅，高重心嗰個轉圈呢，就比較大動作啲，咁所以個掉速情況亦都高啲嘅。咁啊，呢個2set 軸呢，其實就攻擊軸啦。咁啊，偏平衡向少少嘅，咁但係其實呢個軸心就一直都好少人比賽用㗎啦。咁啊，相信大家買入之後，亦都係第一時間會換咗呢個軸心嘅。咁喺啲咁差嘅軸心情況下去比呢，咁啊更加突顯得出陀螺本身嘅一個分別啦。咁啊，個性質上呢，咁啊好明顯見到低重心嘅就係優勝好多啦。因為始終個軸心嗰個上下限實在係差距太少啦，本身個性能就唔係特別好呢個軸心。咁啊，可以見到呢，比賽完全係低軸心一路領先，放低軸心先。咁啊，今場就高軸心自爆咗啊！放高軸心先啦，今次就好撞啦，砰！打擊力度其實佢唔算非常勁啦，但係都撞到人哋想加速帶減速嘅，係啦。咁啊，撞到2分區啊、3分區嘅情況就比較少見。呢一隻陀螺我會覺得係幾有潛力嘅，我會畀佢 T1，係啦。一來唔識 burst 啦，二來低模式，我覺得嗰個持久力加攻擊力呢係唔錯嘅。咁之後兩隻都換上呢個 B 軸去再試一試啦。B 軸呢情況就比較好，因為本身 B 軸都係可以比賽嘅一個軸心嚟嘅，即係本身成績唔差嘅。咁啊，將兩隻陀螺嘅一個下限都提高咗，咁啊比較有可觀性少少。咁啊，今次終於到高軸心可以得分啦，高模式可以得分啦。咁我會覺得呢一隻陀螺如果低模式啊，其實佢嗰個高度咧同鯊魚好接近啊，咁啊都係罕有非常之上蓋可以去到非常低嘅一個陀螺嚟嘅。咁相信喺打擊上啊，可能會有唔錯嘅效果。咁啊，只不過佢嗰個上印咧個上蓋咧偏圓啲，會柔滑啲啦。咁啊，打擊力可能冇鯊魚咁好，但係見到明顯即係如果你較低模式去玩咧，嗰個動態都好似鯊魚嘅。因為佢好穩啊，轉速亦都可以維持得耐啲，個持久力亦都唔差，即係換句話講係一隻唔識 burst 嘅鯊魚咯。一來又轉得，攻擊力又唔差，但係同鯊魚嘅分別就係鯊魚嘅復活能力好太多啦。咁而呢隻惡魔幽冥幾乎跌咗落去2分窿呢，就復活唔到噶啦，因為就係佢個鐵印呢就太圓滑啦。咁
咁呢個係最大嘅一個分別。咁我覺得呢一隻好有機會會喺賽場上面會出現。我覺得嗰個切換模式其實講真嗰個效用應該就唔大，可能比較少用。即係當你可能想去攞多少少打擊力嘅時候，可能會用個高模式啦，搏一搏下有冇機會負碌撞人出去啦。咁但係我諗大部分情況應該會用低模式㗎啦。無論係可能戒爆人哋固鎖又好，或者想尾速贏到人都好，咁你都係會揀低模式㗎啦。咁呢度嚟幾場呢，就拎隻 CX 嚟打一打。堪稱最強 CX 帝王爆擊特別族970 Hexer 用低模式呢，咁就一加速，打咗佢有2分區啊，好靚！見到低模式其實嗰個打擊力度都唔差喎。第二場就俾帝王爆擊打咗出3分。咁啊，其實有冇必要換高模式呢？咁啊，可能呢一個比較就幫到大家。我會打4場低模式，再用高模式打4場，總共打8場，睇下邊一邊得分比較好啦。咁啊，甚至乎個打擊力足夠呢，打到帝王爆擊上加速大力到佢變速，同埋打到佢高身嘅 CX 陀螺呢，係回唔返正，然之後就鏟地，之後就輸 spin finish， 即係有機會贏到 spin finish 添。咁呢個亦都令我比較意外，即係話佢嘅持久力真係唔差。好，咁呢度如無意外亦都係啦，轉贏多次嘅帝王爆擊。咁啊，又係啱啱見到尾嗰幾下，其實都大家都去到尾聲嘅時候，都仲依然有力啊！打到咁重嘅一隻帝王爆擊咧，上加速帶。咁其實見到低模式嗰個效果咧，其實係唔錯啊！個打擊力個效果，因為始終佢嗰個鐵環夠低啊。好，咁之後轉咗高模式咧，好，見到明顯都打到大家一齊上壓速帶，但係好明顯自身嘅變速就比較嚴重啊！咁啊，俾帝王爆擊 spin finish， 揩咗一次邊啊，打唔正。咁去到呢個位應該如無意外就輸 spin finish 㗎啦。反而覺得高模式下呢，打返啲高身嘅陀螺呢，好似冇咁易打到佢出去加速帶啊，或者場外。今次係帝王自爆，但係又復活返嚟，但係復活之後已經見到左右搖下啦，咁你都轉唔贏㗎，陣間有啲收家係啦，冇錯，咁啊的確好彩都依然轉得贏嘅，今次係。咁啊，即係咪個 B 族可能唔係咁啱高模式啦？係啦，話連續幾下 combo， 今次呢幾下呢就靚啦，打到成隻帝王爆擊歪晒，有冇機會贏到 spin finish 呢？你自己都撞咗幾下加速帶啊，咁應該就無意外贏到啦。贏到馬鼻。好，咁啊，以上就係高模式同低模式嘅比較啦，都係用上一樣嘅軸心。